白瘜咧係一種皮膚病嚟嘅，係一種咧自身免疫失調嘅疾病。咁免疫系統入面嘅 T 細胞咧錯誤攻擊咗皮膚上面黑色素細胞，而令到患者嘅黑色素細胞減少。黑色素減少之後咧就會出現白斑，有時就呈現唔同部位嘅白斑塊出現。咁白瘜咧係可以有遺傳嘅傾向，有時壓力啊或者皮膚受損咧都可以誘發白瘜嘅。嗱，白瘜咧係冇傳染性嘅，咁佢嘅分類咧就係視乎佢嘅分佈嘅位置，咁分為截斷性同埋非截斷性嘅。截斷性就係指咧佢喺單邊左邊或者右邊受到影響啦，咁因為佢係局部受到影響咧，所以變咗佢再擴大嘅影響其他部位嘅機會係比較少嘅。受到影響部位咧，由於缺少黑色素咧，都會比較容易曬傷啦。而非截斷性嘅意思咧，即係佢可以分佈喺身體嘅兩邊啦，同時亦都有較大嘅風險係會擴大影響其他嘅部位嘅。佢亦都比較高嘅可能性咧，有其他相關嘅免疫系統失調嘅疾病，例如甲狀腺病發生嘅機會。白瘜咧喺香港冇官方嘅數據嘅，不過咧喺中國或者日本嘅研究數據咧顯示，大概有5%至6%嘅人口咧受到呢個病影響。咁推算咧，香港大概有4萬人咧受到呢個病影響。由於唔算係好常見嘅病咧，好多人都唔認識呢個病，所以好多時都會耽誤咗診斷而延誤咗治療嘅黃金時間。白瘜常見嘅症狀咧就係皮膚喺唔同嘅部位咧就會出現一啲白色嘅斑啦，或者甩色嘅情況啦。主要影響就係面部啦，尤其是眼周、口周嘅位置，咁亦都可以影響頸啊、手部嘅位置。不過全身唔同嘅部位咧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受影響嘅部位咧，佢通常都係冇乜症狀嘅。主要就係話，如果佢嘅白瘜嘅位置受到影響多，咁個儀容受到影響咧，咁有時喺社交方面啊，或者係被錯誤標籤或者歧視嘅情況，有時就會出現，令到病人心理嘅困擾或者情緒困擾啊。白瘜嘅診斷咧，主要係靠臨床診斷，就係話經過問診啦，同埋皮膚嘅檢查咧，去辨別受影響嘅部位同埋脫色嘅情況嘅。有時我哋都會利用紫外線嘅儀器咧，去幫助分辨嗰啲褪色嘅位置啦。同埋有時如果嗰啲病人有相關免疫失調嘅情況，我哋都會安排驗血，睇下有冇其他嘅免疫失調嘅疾病，例如甲狀腺病。其他類似白瘜嘅情況有啲脫色，我哋可能會安排咗一個皮膚嘅割皮檢查嘅，因為有一啲病都可以有相類近嘅皮膚變化，例如話係汗斑啊，例如白糠疹啊，又或者其他嘅皮膚發炎之後引起嘅色素唔平均嘅情況咧，有時都會要分辨清楚嘅。汗腺的確係好容易令到病人混淆嘅，咁但係汗腺咧通常係一種真菌滋生引起嘅色素干擾嘅結果，咁佢通常就分佈喺上身啦，例如背部啊、胸口啲位置啦，咁啊出現比較密集嘅淡斑嘅。咁相對於白瘜，例如影響面部啊、圍住口或者眼邊啊，或者對稱咁影響四肢啊、手腳嚟講咧，其實分佈上面都係有分別。咁一般醫生係可以經過詳細嘅臨床檢查，分辨得到兩個症狀，同埋知道個預後啊、治療嘅方向。現在咧使用嘅白瘜治療方案咧，就主要一啲外用局部嘅治療為主。咁包括咧係外用嘅類固醇藥膏啦，外用嘅抑制免疫系統嘅藥膏啦，包括他莫斯，同埋咧光療紫外線嘅治療啦、激光嘅治療。咁有啲病人到後期咧，亦都會考慮採用一啲嘅黑色素細胞移植嘅手術嘅。咁當然，如果個病人嘅情緒受到困擾嘅時候，有時候都會轉介做一啲心理嘅輔導同埋支援啦。正因為咧現存嘅治療咧都有一定嘅限制同埋潛在副作用啦，咁所以好多病人都有時都冇法子咧，都唯有可能用一啲嘅化妝品或者遮瑕膏咧去掩蓋受到影響嘅部位。但係即係作為醫生或者病人都希望一啲更加好、有效而更加安全，而又比較方便應用嘅治療咧，係可以去醫治呢個病。最新嘅治療白瘜嘅方案咧，係一種外用嘅調節免疫系統嘅藥膏。咁呢種藥膏咧喺2022年7月嘅時候咧，喺美國嘅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FDA 咧係核准咗使用呢隻藥膏，叫 Ruxolitinib，係一種調節免疫系統、抑制免疫細胞之間傳遞信息叫 JAK 嘅一個藥膏嚟嘅。喺呢個新藥膏嘅應用入面咧，發覺喺大型嘅臨床研究入面咧，當病人每日使用2次，連續使用24個星期之後咧，咁有50%嘅病人係有至少50%嘅白瘜指數嘅改善，有30%嘅病人咧達到超過75%嘅白瘜指數嘅改善。
其實咧，白食嘅治療係需要比較漫長嘅時間嘅。咁任何治療咧都需要令到嗰啲黑色素細胞咧逐步恢復咧，咁佢嘅顏色嘅先至會恢復嘅。因為白食呢個病嚟講咧，佢係一個免疫失調啦，令到嘅黑色素細胞減少。咁當你用呢隻新嘅藥膏去調節咗呢種嘅免疫攻擊，咁啲黑素細胞咧先至慢慢喺毛囊入面咧去遷移去受影響嘅部位，然後慢慢再生恢復一定嘅數量。所以咧，病人係需要一個好嘅依從性，耐心咧愛用呢個藥膏咧一段嘅時間。我哋講緊係最少3個月啦，然後再翻嚟覆診跟進啦。咁可能有時療效咧要去6個月咧先至會逐步見效嘅。白食呢個病咧就會影響到皮膚嘅局部嘅黑色素減少啦。咁黑色素正常嘅功能咧就係防止陽光入面嘅紫外線咧令到皮膚受損同埋曬傷嘅反應嘅。咁所以白食受影響嘅病人咧就要更加注意防曬嘅應用，例如用適當嘅防曬霜啊，例如 SPF 30或以上同埋 PA3+嘅防曬霜咧，適度恆常咁用喺嗰啲外露容易曬到太陽嘅位置咧，咁都會保護得皮膚比較好啲，而維持到個健康。白食一個特點咧，佢就係專喺嗰啲皮膚受損嘅部位咧，有發新嘅白食嘅出現嘅。所以咧，我哋都係建議病人咧，盡量避免令到皮膚有不必要嘅損傷，例如一啲撞擊性、創傷性比較多嘅運動啊。咁例如一啲入侵性嘅步驟，例如紋身啊，咁要考慮清楚，因為呢樣嘢都可以受損，引起新嘅白食嘅。由於白食嘅病人咧都比較擔心會曬傷皮膚啦，所以佢哋好多時都會比較少曬太陽嘅。咁因而咧，佢哋缺乏維他命 D 嘅機會係比較高啲嘅，所以均衡嘅飲食，包括有豐富維他命 D 嘅食物咧，都要特別攝取啦。譬如話係奶類製品啊、豆類嘅製品咧。白食咧始終係一個免疫失調嘅疾病啦，咁佢嘅病情咧有時都會變化，有時都會擴大啊，或者唔同嘅位置都會受到影響。加埋咧，佢有時都會連帶其他嘅免疫失調嘅疾病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定時嘅覆診啊、跟進檢查咧，對病人都係重要嘅。萬一個白食嘅病情有變化嗰陣時咧，我哋可以適時咧去調節治療，從而達到一個最好嘅療效。